喺屋企嘅陽台就可以睇到咁多層次嘅景觀，我都係第一次見，而且係珠海嘅主城區南灣富人區，一線嘅黑白面將軍山，一線嘅澳門繁華夜景，一線前山河景，以及珠海嘅網紅橋、白色橋，以及港珠澳大橋嘅景觀啊，全部係你屋企嘅陽台就可以睇晒啦。喺呢度做磚嘅同時，仲可以望到咁樣嘅景觀啊！我真係第一次見啊！建築面積258個平方啊，歡迎各位總裁返屋企。5個房間、4個衛生間嘅一個設計啊，而且單價只需要3萬出頭，你就可以輕鬆攞低啦。之前真係諗都唔夠膽諗啊，而且非常尊貴。獨梯獨戶嘅設計，入到嚟咧就係一個儲物空間，對面就係你嘅爹哋媽咪房啦。現樓即買即交樓啊，完全冇啲爛尾嘅風險，而且呢個樓底都去到3.3米，完全符合我對豪宅嘅一個幻想。南北通透嘅設計非常舒服啊！呢度可以滿足你20幾個人同時喺呢度飲酒食晚餐，私宴都係同時滿足嘅。呢度就係你嘅 kitchen 啊，對面就係你嘅保姆間啊，望住咁樣靚嘅風景，而且咧非常之多元化。樓下就係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都係可以滿足到你細路仔喺呢度讀書，而且2公里就可以過關去到澳門啦，真係非常之近啊！呢度咧仲有一個公共衛生間，2個房間都係睇住唔錯嘅景觀。主人房啦，仲加誇張啦，擺低張 king size 嘅床，仲可以做到咁闊落嘅一個3邊落床位，同時都係望住非常之多層次嘅景觀啊！主人房啦唔使講啦，呢啲衣帽間啦，主人房套廁都係幫你安排好啦。呢度咧2公里就可以過關去到澳門啦。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咧，同樣都係唔到15分鐘就可以去得到啦。3萬出頭嘅單價就可以做呢個南灣富人區嘅豪宅業主啦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發你全圖資料。